这一台解放的大字蟹呢，它是有灵魂的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这一期视频呢，完全会惊讶到你。先来看一下驾驶的悬浮效果，可以左右的去摇摆。我们先来演示它的灯光，转向灯双条转向，另一边也是有的。我们现在来打开双闪灯、雾灯、大灯、远光灯，打开它的车门，可以看到仪表盘上面呢是有一个显示屏的。我们这一台车可以把所有的信息全部显示到显示屏上面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启动发动机，注意看摆针。哇，有没有灵魂呢？现在是空档，给油门，一个摆针转，一个摆针是不转的。现在是发动机的上速点了，我们现在来挂入它的档位，注意看摆针。